知名艺人胡瓜的女儿小珍，前些日子积极减肥，半年内竟瘦了将近40公斤，让许多人相当讶异。最近，她就分享瘦身的5大秘诀，想减肥的朋友赶快笔记下来。一餐前1杯无糖豆浆，小珍说，一开始节食的时候很痛苦，但这时候家里都会准备无糖豆浆、豆干等蛋白质食品，肚子饿时就会去吃，养成习惯之后就不觉得痛苦。小珍还透露，在外面吃饭时会先喝1杯无糖豆浆，把肚子填饱，吃进去的分量就会减少许多。2食物吃原形，少碰加工品。小珍过去吃饭无辣不欢，但现在的她很少碰加工品，食物也不另外加酱料，只吃原形原味，不仅身材有明显改变，皮肤状况也明显改善，不再那么容易出油。3细嚼慢咽，小珍说吃饭时细嚼慢咽能让食量减少，还说每口饭都要嚼20下才吞下，而且会把肉类切得很小块。慢慢进食，食物在经过充分咀嚼后到肠胃，会加快吸收速度，大脑中枢就会发出饱足信号，告诉身体停止进食，也就不会因为吃下过多的食物而导致肥胖。4从蔬菜中摄取淀粉，小珍减肥时会避开面条、面线、糙米等，反而从蔬菜中摄取淀粉，如马铃薯、山药和玉米。5炸物与卤食，请选炸物。小珍说，早餐都是1杯蛋白粉加香蕉打成的果汁解决，可是在外面工作都吃便当。当有炸鸡腿跟卤鸡腿时，他都选择炸鸡腿，因为只要把皮剥掉就好。反观卤鸡腿都入味了，热量很高，有些卤鸡腿在卤之前还会炸过，热量更高。最后，小珍强调，想要减肥一定要少吃多，虽然听起来是废话，但实际操作后才发现这是唯一解答。他还说，瘦身的重点在改变饮食，则能让皮肤不松弛。实习编辑斜线陈柏良。